人也受己，因为爱情。4个人死去，上片台词白茶让你一来看白富美拿单山穷虎记。谢青青红绿色情，把素贞许仙当下神情。一些一个实地来着，娘娘把许仙2只牛排围住去，大家家父商量，要重整妇业，开张办武堂。一批亲人送给了阿家，说人情用。你想许仙哪不开心？路过书房，一把伞水里向怒喝。围住祠堂门，一大路洋洋得意。本来1年才12两3银子一个小伙计，现在一天要自家开店做老板，这个自己的距离较大。辅导片刻已经到门口准备帮门。哎呀，哪得龙江？至少水里向没是哪个哪弄，该只水里牛排，该只水里向山。旮旯子底落为亲人，那么转眼里今朝我睡不空，觉空了，所以去自家家站在门廊下，当当，姐姐，开门来！里向许仙的阿姐生日大娘，大阿姐小兄弟，爷娘死得早，把武堂杀脱作孽。侪是个阿姐拿许仙抚养长大。当许仙在个烂土儿子上欢喜，从来分离开过一夜天，不知啥个路的。昨日到老爸爸店里向去做生意，到现在一夜天分转来，内向个大娘还要急。半夜里向，托心把烂男人，因为烂男人前腔衙门里向食夜班。你是捕快多端，只有公事分不出身。关在水底路2个当场高声惊人，外头对子个圈子。2个当场自家人，做啥么？老大个阿舅，哎哟不得了，不见他个老大也要急，外头对子个圈子，叫啥回转来讲，说老大幸福上。你到全来要带点了啥地方带奇怪的？你想想看，这个消息不拉大娘兄弟到现在516，昨日一夜天分困，但后首来哭的是眼部气胖。现在听见外头帮门，奇怪啥人？我打风吹着。原来神开门，未必哪一个？啊，姐姐，快些开门，小弟回来了。啊！一听兄弟的声音，一转来着，心定下来，我气嘎啦啦啦上来。哈，兄弟，你说下一为贵，绿得姐姐一为人爱帅。你真太荒唐了！哦哟，许先生，你的阿姐啊，你太心急哇！门啊分开了，已经了马云我起来这样。哎，姐姐，想你快去开门呀！哎，真把危机气死了。那么大娘过来到门跟睡，门手咕嘟起他，门嘎嘚开。许先生眼睛大大里向。大娘门得来乖乖让收拾哈么跟到里向。您袋里向袋子跟谁？我手里向搿点么子，马上袋子浪向就了搞了结，走了得。奇怪，小区一夜天分转，袋子上么子都子一大袋，啥个结了个？搿了子别来跑。酒头摆下2只硬邦邦的牛包，边看得出50两一只，也100两银子。一匹上等青船，一把伞。哎呀！那兄弟得了懒巴巴的1年12两3银子，那一夜天会得多10样点么子，
嗨，兄弟，姐姐，你说想以为贵，对过哪里？本来阿姐提妻子们许些心想，也开心的了。想着自家刚才把娘娘们一个放映一样，嗨，哈哈哈哈哈！哈那个死他哈！想想个写出来比起来实在快。我兄弟老实的小伙子，一夜天弄得油腔滑调，我们为难结杀，你还要实特嘻嘻。什么喜事啊？姐姐，哎想兄弟们有一桩天大的喜事呀！什么喜事？喏，姐姐，嗯听我小弟告别。快讲来。清明，谁家出门能言？女的西后去谁？飞我女臣披不前。满里星空正如分。想的是若是家庭来的雨，那几下纪念他们，非命与所内为心。清爽，清明佳节，得遇后美。家庭之中看见两张标致面孔，兄弟老实的看见标致面孔，会得难为人。大娘得蛮无心。后来怎样？姐姐，啊哪里去想嘛？后来我遇见了他们嘛。啊对，是，我们是熟悉的了呀。要是夸父老人那配对起来，后来怎样？喏，姐姐呀，啊我是负罪时送他们回家去。我们是风雨同醉悲大雷战去塞他家去。他们是水马之中飞真。女儿的这家真是放几下下鸡的名儿绝不受惊，那婢女的名儿却下小家名字叫白素贞，我的叫小青青。这个兄弟忙忙把人讲我的小家，当然浑身不搭嘎，要立哈气劲。你知晓两个女人名字，离别怎样？姐姐啦，啊，这女来他们是中举神都四处地，谁真是几句哈声保证情。都作为家中工人来抢购，那婢女相亲之美平。与谁人为美？第二天妈妈你都是他的，到啥你们总归打我不完，那是为小弟呀。
那么你可云云了啊？都是得该，搿种高速发态不比13点噶，小弟们当上去，应允的了。你应允的了？是啊，最啦。听得该大大娘闷上来一气，那个小奴一点点不良心。爷娘死脱，侪是我奶奶兄弟抚养长大，到现在18岁，我爸爸指望乃有一日天太得去高支部，我侄女一族吃3杯喜酒，戏子口眼在边。你现在很良心，我红了一个碰上标致面孔，忠贞千金小姐当要成亲，连得我阿叫不来不行。哼！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哦哟，爹家妈妈辣那动气子，哎呀姐啊，不是我不来请来呀，当辰光辰光实在太急，我还来不及来呀。哎，姐姐啦！真呀！家来家，娘子生花人子，他说的令我自己人心所言深，他说的几句他生不是情，我黑本人都是那句听得该大大娘气得只头皮3个外头毛个气就先叫掰脱呀！搿写出来啥个闲话？海文不是旧海文，就是过去的虚岁，不是现在的虚岁。搿些辰光，爷娘死得在百步堂杀脱一家人家6炮，穷个1年才12两小银子。现在两样，踏上发财高步，发子财着，对你妈妈难不难弄错？你要有志气，穷点不要紧。你黑良心偷发财，我心空不那个兄弟，哼！我莫有你这个好兄弟。哦哟，阿姐，你非搿种腔调呢，辣辣动气在。哎哟，你别这讲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有片清水也送不来了，还是大家讲。哎，姐姐，想你虚的是字，那自己有一片清水，你快收下吧。这个东西也来无用。哎，姐姐啦，啊！一片清水你收下。大娘听得该得如梦初醒，看上去一夜天分困哈，年纪蛮大的。兄弟讲个闲话啊，我受夹脱。当夜成亲出于无奈，是被人家女方眼睛偷了你兄弟，辣辣红绿一国总政府当夜成亲，来不及把我信。但是个弟媳妇蛮懂规矩。虽然分来不行，今朝兄弟围住来打一片上等的亲嘴，这种亲嘴我从来分做过行头。哎哟，看上去你兄弟云淡来在，时来周远。哈兄弟啊，像我家弟媳妇，乃是一位严小姐。对啊，叫妈妈来看呢，这面孔马上两样子的。是的。是只要今年人俩自己开张。是啊。哎呦，但是没有防拦我。哎呀，对啊，叫妈妈，你开心够头着不哈？你把房子不搭高的呀，害得我有银子了呀。有此这个2只女班，房子嘛可以去买，可以去租的呀。哎，姐姐，最近我们有2份人嘛，这巴拉可以去买，可以去寄的呀。
对个，有子人子不怕没房子。那么呢，想想老男人老杀气的，你一直看不起你个兄弟，说你兄弟许仙不在生，不出息，不志气，有志气。你兄弟马上要开店做老板子，老男人等来走来门外，要等得来半死。不晓得大娘难非搬到老男人走来，真正走来，那大娘哭才来不及。成都队来了，昨日半夜里向10夜半，你是步跨都队，有点三脚马。不晓得当场来报说老大夫人怎样？里向库房杀脱你只苦人牛巴啊！苦人牛巴不见脱，为当了得。有劲大子2个弟兄去打库，叫啥到库房一看啊，眼脱。报得现在讲是干苦期犯罪，库房门不开后不开，20只牛巴不翼而飞。你也弄不懂。所以啦，搿些辰光，干生今人搭里讲说老大，你到阿舅许仙到现在神就寻不着。那么龙家，屋里向阿舅发达讲，该到牛巴你咋不见得？你晓得个？我老太婆老高些顶顶欢喜就来要许仙，当里老土儿子个。我不出去安慰一下，这老高些想不通。一根绳子上吊，哦哟，搿是不来。所以要紧大概搭2个兄弟讲，说你到等那该搭等一些，我回转去拿个皮带铺盖，带你到他乡释放大口人强盗之身。那么老大，你快点去，快点来，你辣该搭等，有手了。什门吧，俺们里向家是家生今人，路浪向并无对过。到自家祠堂门口，汽水帮门，老七，开门来！大娘一听老男人走来，嘿嘿，今朝门一开嘛，等得那半死。嗨，兄弟啊，姐姐，你叫既然回来了，我们来去开门。开门。是。许仙眼睛过来，但门跟谁锁门一声，未必可是既然回来了。呀！什么白天不对，这个声音写出来，阿舅，那走来着，不是讲分神着，里边可是大舅回来了，真是，你真太荒唐！说是要一为贵，累得你家姐姐也为人爱水。这个嘛，可许仙也想不了呀。哎哟，你都毕竟是夫妻哈，大子当然来该。刚刚阿姐们从里向摸到外头，现在呢丈夫走来，还是刚开始锁门，外头摸到里向哈，他有心急的。眼睛过不来，门一开，先生，已经回来了。什么把看不起写出来，猜也不猜，忙正里向去。眼睛门关关哈，一道路跟到里向边浪向一来。哎呀，成都队奇怪。奇怪的啥子看见了，他不坐了课堂，给面孔上开开摸鱼，嘴也抿不拢。干生今人当我讲，阿舅寻不着，哭得死去活来。那现在了，他不是俺靠我，变化是俺头。老七，如何如此的快活？上天靠我讲不难听，你还要靠我。你兄弟也开店做老板，已经结子婚，摊上发财高。嗨，兄弟啊，快将说小之事，自然人办，这等怎样？将与你叫既然听。好吧，哟，先生，怎样？向你欲手不及，向我说些为让么？如此这般，这等这样，谁见我家娘子见我2个牛巴，我们呢也是既开张的了。什么白天啥么子？世界上有这样种事体。阿舅奉命水战西游边上白相，碰着2只标致面孔天落大雨发回转去。
李海两姓奴布赛假把两张标志面孔，门着起踏赛，加上随了红绿一国，当压神情。我讲别人家是忠贞千金小姐，到门再来把那人子也带你商量开店做老板。那些句还是人长得神气，还是屋里向感动的。世界上不可能，我外头爸爸从来分听就这种事体。大舅，此话当真？倘若不信，与两个牛板在此。啥个为牛板帮我看？拿来我看。喏，你去开来。什么把我许先送过来两只牛板，压到水里。到底是不夸多的，心比较细。马正脚头地上放一放，不以马为，啪啪，拿脚打开，定定妖精，杀对两只牛把飞过来地上一看，哈！这个一下非同小可。只看见牛把心当中血光通红的硬硬靠好，谁当可人？也西夸头来要关照我做犯人，谁来该答辩了？不过这个是实施语言说法，当时光人民办法可能汪啷一声，那汪啷一声，那搞不说起来老农人那啥天发神经病啊！许下也讲，教父那啥天去班的像发洋气风，人民办假期讲的，面不改色心不跳。牛把还要举头打个脚，旁边一放，得写出来毛毛那么事体来着？嘿嘿，那想搞不想混子头子？两张标志面孔忠贞千金小姐，自无奈开店做老板。这个两个女人是大空人家的真正凶手。你到推子你一张牛把。要弄两只辣奶水里向叫再装，把这个小猪拎不清，骨头一轻，好了不？到来要明我3日天也破案，但是现在案子关了，也就审了。我到底是狼球啊，有狼球之心。我拿个小猪，马上捉到衙门里，刚把钱塘院大来呀，老太婆也当我。拼了性命，小猪从今以后肯定要当我一刀两断。搿搭不来，哎呀，倘若该桩事体我倘若瞒脱夫妻兵把大来呀，事关重大。但辰光坐下来，我把臂阿就我肩高浪向一家头负不起责任。哎，一想有着。小猪讲也寻店面开店做老板，来着，我随叫寻店面的这个办法，拿来也就骗到衙门。衙门里向内不该外不该蛮多，让你去等脱2日，包得现在新法讲叫拘留所，拘留脱2日天，那骨头也要轻。对，接着呢弄进去，我到辰光就钱塘院大来呀。再就2个女人真凶，拿来也就送请处理。大舅，怎样？你要寻找王郎自己开闸。是啊。好，相顺辈未必的朋友很多，我与你一同寻找方郎去吧。许仙对阵家父妈妈，哼，那个人啊是对蛮势利的。这些辰光我穷不动的人子，一直对我来得个凶面孔白白讲。你看见噻？看见2只牛板，搿只面孔马上两样子哈。为了带我出去寻房子了，搿面子也对个。啥他妈家父外头个人头少，关系多，跟来自己出去寻房子了，总归不错个。毕竟自家人呀，守着。谁这么记上好啊？好兄弟。你真是加上了好运了。是啊。啊，姐姐，这2个女伴，你先与我身上起来啊。玉手了，什么白可以什么的？
搿些出来门槛蛮紧的，2只牛板不到子板，不来个，有句老话叫“逐日逐涨，逐间逐上”，不才涨，我发大大来要改涨，一定要关在你牛板大了水里。大牛，何必将这2个牛板带至人帐之中，待开以后，每系临行东西归家。哎，搿句话讲得也对个。水子们，姐姐，这2个牛板叫我们来买些东西回来。千万当心！是。那么什么吧？大虚些忙着外头，大娘送礼到廊球2高头出去，心里想恶心。你老男人也看不起你。现在2样，晓得你兄弟也开店做老板子，带你去寻房子子。下趟要看你兄弟弄脱2杯烂醉，你完全蒙了个里，一点点也不晓得。人们把大虚些忙着外门追。这当衙门可以为6七家门面呀，这个2只脚随便那夸不出。我前头讲，我打的是郎球呀，不是郎队呀，与郎球之情。今朝我拿来阿句捉打衙门，总归是我家父亲自捉拿。来他部反当我太平，你要见我恨。今朝这个公粮我自家不好得，这还天天水滴路高升今年2个当场来的。那我关在小区水里向牛板封了了。前吃预备身体接人桩，让你等那人桩门口等。我到衙门里画个领子，关在高升今年一根链条，哗啦，拿来捉了，大打钱塘鱼。我家父这当不晓得，实个。你拿我没办法，搿桩案子也还慢慢就说出来。大舅，怎样？想神不与说不在身，须得衙门一追。你谁知稍等片刻，我即刻回来。一想么带着公事要紧，那么先生，想你区回来，我在此间等候于你。即刻回来。是。让许仙2只牛把封了了身体接人桩门口等。人们把围住衙门啊，衙门里向当场高升金人接得半死，金人啊，高升啊！你来到讲起谁也来拿个皮头铺盖，跟他带现在不出来，先块狗把屎，谁让他等你喂？呀，来人了！他来着喂？那愤怒么子？我不清爽呀！来到，来到2位兄弟！哎呀，来到，你那妻子半半生日刚刚来了哈？没整好脚后汤盖。是呀。你打东，你打西，你自家观察一下。根本你神父还要分派一下。你那还是个母呢？在那等你喂。对，你都忙忙，我也不叫你多接点啥。但可人家那1年我已经捉来与之细说。2位兄弟，来到哪来？对其放心。到空人的强度已经拿到得了。哎呦！到底来的？你本事带到不来哇？我对一个圈子已经万人捉来。嘿嘿嘿，带快了嘿。怎么来的？来的。但可人家现在辣啥地方？你刚刚清爽。2位兄弟，到空人的强度最近在我的家中。那。那把你讲得来到你们是一个中枪的，要么笃笃定定，要么急杀人。这哪强带了那屋里向？当心心脏病。3日天细心一律，总归好破。你非结婚的头呢？难道2位兄弟不信？你刚刚清爽看见不相信吗？不相信，为是我的亲戚。那是个预告还在？肯定主家在。谁是喂？亲家邻亲啥个亲？他那我家大舅还能问谁是你大舅许谁许后问？10盘啥天说叶子？你那好得了这个爹个了？哪了？你现在让做代客那个强代？来到讲啥么子？强代是许后问啊？对个呀。我当年2高的从小口里长大个呀。这个来着的哪会得是强代呢？是了。那么为了？你讲是强代，你反后头个？哪了？啥子么？你到强代认得，这样来反变成共同党个？
也是况我好溜头，眼睛偷工了对个，那认得字也比同当。反认得各位老大，刚才心情开心，你不认得个？你讲讲清爽。你在了啥地方？哎，你讲讲清爽，你还做？我家大人随风两公牛把乃是谁大口人？如今在身体及人状跟随，非人两位兄弟将我家大权保我衙门。老大，放心，你接我，搬到你身上。再今年，先生啊，你得弄好吧？哎，你那人家起劲个了，好的。你心也心得了个？有哪？上那个头名大，耶。这个虚心嘛，大口人强大了。我心也想没法可能么子了。啊，那个出来领不清爽。你为去做了，我本来没把事体受了，该打的硬板凳上有啥气的？干嘛呢？逞强势力，对对圈子外头当当不相信。搿种当当不相信，啊！也没搿个紧张个，有啥当头呢？是。我那想来对有事，哎，也是块虚心，你从小口里长都还来有事的。搿是不来个话哎，搿是不来个。我跟你讲，今朝呢，这还跟你两家头这个，叫本子里向的事吃不上，吃本外头的事。搿句闲话听不懂，这位。那本子里向个啥吃不上么？去吃本外头个事呢？你刚才俺听见来道讲，是我家大女随风两个牛把乃是谁大口人？听见过吗？如今在身体脚，人状跟随。哎，身体脚，我改只耳朵进去，搿只耳朵发出来。啥子呢？你还晓得你啥个菜？啥个菜？贴纸卡。哪叫贴纸卡叫？贴纸卡，做生意为主。哎，专门一保证。哦。你去做人力生意。你当你人桌上、这卡子上摆脱三钱，凳子上刮脱三钱，那么八万三钱，弄三钱，那么那么办事是啊是。这样个意思。那么呢，你会叫两西点。啥个叫两西点呢？你去做人力生意，你是；你不做人力生意，那么你是。这样个意思。所以今朝带你两家头机会来了。搿哪呢？带你去做钢粗的。搿哪叫钢粗的呢？我也不懂。钢粗的嘛，还粗脱你个贴纸卡呀！哦哟。你到鱼台里来哇！我跟你讲啊，灵感还是来道讲，小许疯子两只牛摆那里店门口。是个。我跟你两家头讲起讲来，追到许仙边浪向，趁你不注意捉个浪子，接着手对许仙肩胛浪向，啪一击掌，努力推到身体及人状里向。六十面孔不认得人，谁俺们来？每人弄点动点人子门摘羊汤吃吃烧狼发。哎呀，那个出来得聪明了哇！啊是。哎，得灵感。哎，追了多啊！看上去啊！来，两只后来我准备来看出讲，那么该到身体及人状老板还有白银，但有的。上面是说你到下半夜做啥个梦？拉屋里向后门做来18只大闸蟹。你想个蟹是黄白的，哎呦，阿为引了黄菜里向，今朝开出店门也放黄菜，河南是不得了，气劲，早上起来吐石板、挂簪包、戴巨带、压手盘，忙正头具浪向一入，黄菜分发，眉头戳戳，你是一开开门。大清早上，一个年轻相公披过茶袋子里的店门，做得没法通风，搿点生意侪把你烫脱的。搿么来单位人家再好，别人家会得让的，搿出来实体纸不不让人，活龙3杯香。喂，大清了再想保卫这个什么啦？店门口啥天啊？你当我大客冲啊？细看。哦哟，可是心想哟，一家店个老板胆蛮凶个哈，对回过来一看没，哦哟自家也不喊，上次嘛立了主人家大门口，才把我烫脱走了，所以眼睛来让打再好。啊，这位地主，对不起了。等到许仙不过身来个出来一看，水里向碰汗，两只硬邦邦的牛板鞭看得出。100两银子，肯定等我开门来抬开个03银子，帮我自家一摸，搿做生意也得在。再想不要紧，
搿种三句年纪却不社会经验。我刚才得罪你，现在说2句闲话，拍拍马屁搿做生意，人缘还过来。哎呀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哈哈哈哈！我当啥人原来哪位小伙子啊？是。我有人气潇洒。哦，是的，还哎，一表人才。这个。那么刚才2句闲话，不是针对你。好。哎，昨日打昏困哈，让困死懵懂失困我。不放是。哎，你别当作真。一个老子等让我店门口还有啥关顾啊？哦，我们在此前等于我家亲戚。等个亲戚。亲家邻亲啥个亲？他那是我的子姨噻。可是知青莫让浪就了浪。亲家邻家上真姓大名，祝贺生涯。爹爹妈妈讲起我的家父，哎哟，可是名气蛮响的。搿许是地上这个家父了，你得还蛮海外的呀。像他们，非是旁人，乃是相当于不愧都头神辈身份。我上天里听见神辈神门班话，相当于不夸都头，专门做坏人。面孔上不相用，你晓得自家不属于汉人。这个成都队从来不交战生意嘞，专门来寻黑市。那么我被人装出卖的开了衙门口，衙门里向2个当场700万5百事体做单，我给打了眼睛一抬，喉咙一响，每人弄2个铜钿门斩吃碗双煎面。我30个铜钿3个打里多噻。哎呦！这个蒙子不啥来着，云南来着，这个谁是成都的个阿舅？那么个成都的谁是这个家父？今朝还有啥通过里到阿舅到成都的这个朋友，该做生意我也做，非但做不能赚铜钿，我辛苦踢2铜钿，等到成都的来，那我一上路为那成都的踢铜钿，朋友看了下趟遇到发完的。随便拿一海里进来，哎呦呦呦呦！地方实体些帮帮财主些。是啊。那原来是成都的个阿舅啊。是。哦哟，我单独家父几户年数老朋友着哇。哎呀，等了我的泡水里下来请坐请坐。不用了。哎呀，你非要客气。不用客他好的了。没哈不进来，出来马前的，从剧台里向对打外头，忙着你比波浪，抓一抓。用不着客气，来，那，你上头巨浪手，哎。那个俺头个呢哈，客气但没客气的，已经说不定我来嘛。东西了。哎，非客气。2只女班，人就心里想疯了。哎呦，我写出来2句，女班不放下来，我反做事体，想办法。出来到里向拿子只小茶，洗脚出来，箱子的开水，送得半洗，一只水熬不了，2只水碰。相公啊，该找2句3台做肉的。你一大路过来嘴巴干着，那喝脱2口，哎，叫客，哎。那么没办法子，2只女班，前头浪向一包，搿只茶碰过来嘛，将毛头浪向一放。女班放下来，身体就像那么拎着，我还搭理做生意着，那么出来自家要出卖的，须先要鲁装备足，无为技术。